下去给嘞！好，非常感谢啊！接下来有我们的那个成都市中华传统协会的全体舞蹈演员啊，具有民族特色的一段锅庄舞。 在此展现给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此给我们的中华传播协会的全体舞蹈演员来点掌声！好，谢谢，压手。
常感谢啊，感谢我们的柔道传播协会的全体舞蹈员感谢各位老师辛苦了非常感谢